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日礼拜日早起，咱组织这个所在，咱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暖意伫，互咱通欢喜的代志。咱感谢上帝保守咱台湾得到平安。虽然有风台伫咱的边仔，总是无互咱造成真大的伤害，也互咱有够夜的雨水，互咱的水库当得到满满。我相信上帝恩典确实是非常的大，特别对咱台湾，所以咱献上感谢。圣经诗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要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就大欢喜。我要用诗歌来学咱的上帝。所以这时阵先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用开声来学咱的上帝，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伊是真做咱快乐甲帮赞的上帝。伊会互咱早起会当坐伫这所在，安然来敬拜上帝。这是阮伫咧含着学落的，所以咱开声来学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主，感谢学落你，主啊，你的名是含着学落的主，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一切感谢甲学落。主啊，我要学落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信实极其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永远无变。我要感谢学落你。主，我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圣心，将你的应允成就伫阮的心中。我要感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主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圣心临在伫阮中间，感谢你的听伫阮中间，感谢你的大作为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啊，阮这个时阵，阮所有兄弟姊妹组织一个圣殿，要献上一切感谢甲学乐，愿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帮助阮，将阮心中一切学乐敬拜，要献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盾牌。主啊，我要用诗歌来学乐你，用祈祷来感谢你。安尼祈祷恳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唱首诗歌，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耳空听主声音。
我的无家人伫我的声。咱的无家人伫咱每一个人的声，咱伫伊的面前祈祷的声，伊拢听会到。总是咱常常互罪来遮扛，咱常常伫咱生命中间犯了足侪的罪，互咱的声音虽然主听到，总是咱听袂到主的声，因为这个罪伫咱的头前，成做一个真大的一个阻碍，甲咱甲上帝的关系。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讲，咱若承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所以咱这时阵，咱为着咱家己来认罪，咱知影甲毋知影的罪，求上帝来赦免，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一切的罪。咱也特别为着咱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罪来献上祈祷，献上恳求，恳上帝怜悯，恳上帝医治咱这个一片土地。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罪，为着咱家己。所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恳上帝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求上帝你来赦免我一切的罪。主，我相信主你的宝血要成做阮的遮扛，你的宝血要洗净阮一切的污秽。当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生命中间的迄个软弱，生命中间迄个罪恶的时阵，主啊，你要伸出怜悯的手，来医治阮，来洗净阮。主啊，互阮有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互阮的祈祷会当透过上帝你的面前，互上帝你的救恩会当临在阮的生命中间。还是讲为着台湾一片土地来献上祈祷，恳上帝特别医治这个所在，互这个所在成做圣的所在，互上帝你喜爱徛起的这个所在。主啊，阮虽然面对一个困难甲挑战，总是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伫你面前献上这个恳求。认罪的祈祷，恳上帝你照你的心意来撤销阮生命中间的罪恶，互阮阁无行伫罪恶中间，并咱行伫上帝你所赏赐恩典甲充满圣神恩典满满的道路顶面。主啊，你教阮伫地帮助阮，洗净阮的罪，互阮有一粒清气的心，伫今仔日早起会当到上帝你的面前朝见你，互上帝你的救恩，你的听，你的公义怜悯，都临在阮中间。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感谢、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阁唱一遍这诗歌，轻轻听。咱听主的声，也互咱祈祷的声会当透到上帝遐。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刷着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世界目前的一的困境局势，咱来祈祷，恳上帝怜悯，恳上帝当伫这咱的土地、咱的国家、咱的地球，咱行公义、行公平，行和平。咱为着互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恳上帝咱福建台湾的正教会，互这个教会所有伫台湾所有的正教会，咱诚做一个传福音。
特别传平安福音的教会，传救赎恩典的教会，互每一个基督徒，咱诚做和平的使者。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恳上帝掌权，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特别为着咱的国家所面对的困难挑战来献上祈祷。主啊，阮知影阮最近有疫情，伫阮的国家，伫阮这个社会的全球已经2-3冬的时间，互阮得到一个的困难甲挑战，互阮面对一个阮以早所无面对的这款的困境。恳上帝你会当怜悯，恳上帝你会当医治，也恳上帝你咱赦免阮所犯的这罪。主啊，恳上帝你会当互台湾的正教会会当复兴，会当搁徛起来，诚做上帝你福音的出口，会当高举上帝的十架，伫这个黑暗的世代，每一间教会拢会当诚做这个黑暗世代一个愿望。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到教会的时阵，因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因的心得到生命灵性的快乐。恳上帝你会当唤起所有的基督徒，愿意诚做和平的使者，伫各所在会当传和平的福音。恳上帝你会当互正教会的牧者，咱领受上帝的心意，会当伫教会内底诚做带领教会诚做一个福音的出口。恳上帝你咱帮赞所有的正教会，都会当伫这个世代诚做光的灯塔，伫黑暗的世代诚做一个光的灯塔。我要献上恳求甲祈祷，恳上帝你怜悯，恳上帝你教阮治地，安尼祈祷，靠主要做佢的性命来求，阿门。第二，咱为着咱家己，也是咱教会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甲有愿望。特别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和睦来祈祷，为着咱家庭的成员的身灵来健康来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咱的工课，咱职场也是讲咱伫学校的学习，甲同事、甲同学中间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过来，咱为着咱个人的收入、家庭的经济稳定，会当解决咱所面对的财务的困难困境来献上祈祷。最后，咱为着咱个人的健康，为着咱所面对的疾病，恳上帝来医治甲保守，为着咱厝内人的健康来献上祈祷。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所面对的这困境甲挑战甲健康，咱献上恳求甲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你保守阮，互阮无论是顺境逆境，拢会当来学到上帝。互阮虽然有一的困难甲挑战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啊，我相信上帝你诚做阮的快乐，诚做阮的主。当我倚靠你，当我信靠你的时阵，主啊，你牵阮的手行过这困境甲困难。主啊，特别伫阮的生命中间，阮的工课，阮的健康无共款的挑战，面对无共款的困难甲困境。主，你完全了解我每一个人的需要，恳上帝你照你的心意，用你的圣手来安慰阮，来鼓励阮，来医治阮，互阮伫这个环境无介好的时阵，犹原会当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互阮犹原会当行过这款的困境，会当行到上帝你为阮有备为阮备办的所在。还有对啊，我感谢上帝你保守阮，甲阮有好，甲阮的厝人有好的人际关系，甲阮的同事，甲阮的朋友有好的人际关系，无阮会当伫这个中间，伫阮厝内中间诚做一个会当做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的人。主啊，你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坚固阮的所行。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阮伫逆境还是顺境的时阵，都会当凡事来感谢。阮的嘴常常来唱出懊恼的诗歌，讲出懊恼的话。主啊，恳求你保守阮，互阮无拄着黑暗灯的代志，互阮会当脱离这个歹的攻击，互阮会当伫上帝你安稳的道路顶面安稳徛在。主啊，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阮所面对的困境是安怎，我相信上帝你要诚做阮的快乐，诚做阮的帮助，诚做阮的关怀。阮无摇喘，阮无惊吓。主啊，你诚做阮一生的倚靠，诚做阮一生的牧者。我要献上感谢，甲献上懊恼。特别，我要将阮厝内兄弟姊妹，阮未信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恳上帝你会当互因会当紧紧来认捌你，
互阮全家有缘会当伫阮全家内底会当设立这段来常常来学乐你、敬拜你。我确信上帝你有你美好的心意伫阮的生命中间，你要互阮成真捌你，就是要互阮成做阮厝内人的祝福。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教育的信心、教育的气力，来当来为主你做工。感谢上帝你安尼祈祷，靠主要做叫生命来求，阿门。第三，咱为着咱教会一时间来献上祈祷，特别为咱教会的同工献上祈祷，为咱的牧者团队，为咱的中级同工，为咱的服侍团队，是团契首长干部来祈祷，互因满有属灵的恩赐甲气力，有服侍的智慧甲能力。过来咱为着教会有属灵的气氛来祈祷，互咱有较无信心，较无祈祷，互咱较无上帝的话，互咱会当真正敬拜，会当学习来成长。第三，为着咱的大使命来祈祷，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来祈祷，引带一人来归主，特别为着咱9月份开始要启动的幸福小组来献上祈祷。恳上帝会当互咱即款的传福音的时间，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出口，会当有一未信的兄弟姊妹进入咱教会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开声为着咱教会。要面对一时间，为着咱教会同工咱教会合一，咱教会也传福音的时间，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你会当帮助阮的教会，护佑阮的教会。特别互阮的教会的同工，但是有领受上帝你的心意。每一个人会当伫生命中间，甲主你建立好的关系，互阮知影，这同工会当知影要安怎用这个上帝你的心意。落实伫阮的教会内底，我咱教会将做一个听的教会，将做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我咱教会将做一个爱祈祷、爱学乐敬拜的教会。主啊，恳上帝帮助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将做一个会当传福音、互引带人进这个教会。特别阮9月份开始的幸福小组，恳上帝你会当照着这款的时间，会当互侪未信的兄弟姊妹进入教会。伊的生命得到改变，伊生命得到翻转，会当互因来敬拜上帝，互因会当安尼来改变一生的生命。安尼很重要，阮将阮的教会搁一遍恭敬拜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将做阮的教会的头，将做阮教会的引带。主啊，我伫你的面前要恳求上帝，互阮的富强教会将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互一人进入这个教会时阵，透过祈祷，透过敬拜。互一人的心灵得到医治，互因的困境得到解决，生命得到改变，互圣心来充满。主啊，恳上帝你，咱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逐工会当合主你建立好的关系，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成做主的见证人，伫逐个所在拢会当来传福音。主啊，阮特别为了教会同工献上祈祷，恳上帝你会当帮助所有的同工有合一的心，知影要安怎操揣上帝你的心意。互阮伫阮的教会中间，会当推行一时间，为着就是要荣耀上帝你的名，或者同工有属灵的智慧，引带阮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起造一间荣耀搁富强的教会。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靠主啊，做叫着圣名来求，阿门。轻轻听。我要阿弟旁听主声音，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听他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大牧者，
我的无者认你我的声，我的无者认你我的声。最后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为着今日敬拜来献上祈祷，为着所有参与敬拜兄弟姊妹有卡无的灵来献上祈祷，为着还未到咱中间来兄弟姊妹也献上祈祷，为着今日服侍者。甲整个礼拜天事会顺利顺遂，咱来献上恳求。特别咱为着今日要讲道夏牧师来献上祈祷，恳上帝照着伊的心意，照着夏牧师的嘴，会咱讲出上帝的话语真理伫咱的中间，改变咱的生命，互咱今仔日会咱领受丰盛的恩典。所以咱开声为着今日敬拜，为着今日参与兄弟姊妹会较无一定，咱献上祈祷，献上恳求。主啊，我恳上帝你，只是临在伫阮中间。主啊，恳求相信临在伫阮中间。主啊，靠无你，我靠无调见你的面，我靠无靠你的知性所来调见你。恳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特别互今仔日的敬拜，为头到尾，所有服侍同工，无论阮伫无共款的时间顶面，无共款的服侍顶面，拢上帝满满的恩典甲恩赐，互阮的服侍拢单单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互你的教会得到利益。主啊，阮特别为着夏牧师献上祈祷，为着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献上祈祷，恳上帝照着夏牧师的嘴来讲出上帝你活命的真理，来改变阮，来提升阮的生命。主啊，阮将早起的敬拜，讲敬拜的主的圣手，恳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欢迎你临在伫阮中间，我欢迎上帝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主啊，恳上帝你即时将你的灵赐落伫阮所有兄弟姊妹心中，互阮用一个较无的心，开阮的心目，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临在。主啊，恳上帝你这时阵派天军天使围绕伫阮四周围，互这个所在成做一个圣的所在，互这个所在看见上帝你要高举你的十架伫这个所在，互阮早起的敬拜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所在。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会当是早起的敬拜中间领受上帝你的活命的真理的话语，改变阮的生命，提升阮的生命，互阮甲上帝你的关系更加亲密。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起立，咱来学罗咱上帝，当咱主持这所在，咱来敬拜咱上帝。咱当主持伫你的宝座顶面，咱那主持伫你的宝座前敬拜，献给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也会开朗，你从我行心心的山，当咱主持伫你的宝座，当咱主持伫你的宝座前敬拜，献给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考也会开朗，你从我行心心的山。为
看的尊严甲恶路，咱着大声唱歌，恶路耶稣生命，哈利路亚，恶路主哈利路亚，恶路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恶路荣耀，一切恶啊恶路，落归我主我的恶，伊是看的尊严甲恶路，咱着大声唱歌，恶路耶稣生命。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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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看咱恶路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跪落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圣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跪落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圣你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跪落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圣你是主，咱大声宣告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咱活命的主宰，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
是阮生命主宰，是阮家庭的主宰，哦，是阮教会的主，哦，是阮国家的主，哦，主啊，是阮世界的主，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我这边宣告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恳求信心来教示咱，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阿门。耶稣是咱生命主宰，咱这时阵来念圣诗18首。我的心俄罗上帝，自然恩爱的爸。我心俄罗上帝，自然恩爱的爸。天地万物三甲音声。俄罗伊大出名，像马擦个最壮，强强大海关山，很灭其大官的眼光，定海公义交成。我是摩罗兄弟。世间正那个病，空中背将一时出声，俄罗伊大出名，黑水草不起水，啊回归几个水，一个就来凉风吹来。恭喜大平安，我是摩罗兄弟，天不对自己，虽然派大将士将去，公义稳当的先，先高领高的酒。那尊的自由，天的高位下最自己，愿更归的。那副歌搁一遍，先高啉高地酒，先高啉高地酒，那尊的自由，天的高位下最自己。也更贵的兄弟。哈利路亚！感谢天顶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自然永活的爸。阮这受恩的囝儿是你疼的后裔，所以阮来祝福你。毋若是要感恩，阮更加是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要追求上帝你创造迄个美好的形象，伫阮的身上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有一个上帝所创造立你迄个美好的见证。感谢你，阮伫遮敬拜阿乐，伫遮祈祷恳求，也伫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圣经的话的激励甲教导。主啊，愿阮因为甲主你三结连亲近，阮就领受这个恩典甲祝福，伫阮的生命中活出上帝你的宽恕、上帝的恩典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也愿阮今日敬拜，归荣光伫你，众人拢伫你面前领受着上至宝贝你的恩典甲祝福。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开声祈祷讲。我的天的父，我的名圣，
你的顾念教，你的旨你行，伫第二亲就是天命。我的日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一日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是咱来客人，客人们24篇，诗篇100篇，这是我来客会众来。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要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这是咱来压头祈祷。恩典的主，今早起，阮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唱着俄罗的诗歌来敬拜你。因为阮知你是创造阮、创造万物的上帝，阮属于你。你看过阮，阮用敬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谢俄罗你。虽然伫这个动乱不安的年代，有战争、有病毒的传染，经济灾难的危机，有时阮也拄着辛苦病痛，各种的负面的思维甲情绪的冲击，但阮依然无失去着阮的志气，专心来倚靠你。来合一的祈祷，求圣神来保守看顾一切，拢互阮得到平安无事。诗篇101篇7甲特别大家讲，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护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对担直到永远。9月份。是细囝青少年接受校园新学期的开始，求主坚固因的心，无偏离信仰，修心学业，心神平安来永壮，适应新的生活，伫学校、家庭充满主的疼，甲祝福每一天。9月份也是教会小组、幸福小组要开始。阮也侪小组已经在筹备振动，求主赐大大的快乐、智慧、恩典，互阮奉献家己，甲无道友较无福音来报名参加，将得救福音传扬伫遮。主，富强教会领受圣神所呼召，有疼、同心合一。灵命丰盛的牧者，中集同工，心志合一，为着传福音，引带侪人性命来得救。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阮，兴起阮甲主同工，引带阮有美好的果效，牵着着你的应允，勇敢向前。确保阮的境界，传扬耶稣基督，将荣光归于你的名，到迄时，直到永远。感谢主，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享受上帝的话，咱来看两位圣经。第一位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18节，这是我的读。所以对当以后，阮无过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过安尼来捌伊。安尼无论啥物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第二位圣经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做损失。毋免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明白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好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本事，是要得到基督。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人。献诗，咱免请圣乐队来献诗。献诗时，请牧师讲道。今日牧师所分享、所讲的题目是：圣灵光照，生命在造；圣灵光照，生命在造。为什么
感谢主，多谢圣乐队带咱来做敬拜上帝。今日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进入到9月份，已经慢慢离开这个炎热的暑假，咱进入到这个新这个秋天的季节。愿主保守咱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对主所享受的平安。咱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大家咱大声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感谢你，阮受你拣选，就是一个奥妙，一个恩典。特别阮较无你来到你面前，这个还是主你的疼，所以阮看重这个恩典，阮伫你面前谦卑要领受，对你来天顶的话，互阮的开力。伫你面前，互阮伫遮三甲勉励，互相造就，对主领受迄个上大的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姊妹，咱续接伫咱即几礼拜中间三甲学习的主题，咱伫即个周年庆的时阵，三甲来分享咱教会迄个使命的宣言。内面有真侪咱伫努力的方向，咱希望会当迈向即个50周年的时阵，咱是用一个上帝所祝福。上帝所兴起、上帝所建造迄个美好、健康的教会，来奉献伫主的面前。咱其中有一个咱的使命，就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有对主领受迄个灵命非常的丰盛的基督徒。咱灵命的丰盛，毋是一个外在的状态那定。灵命丰盛是因为上帝互咱心内有主的话，心内有圣神的开力，心内有主所互咱迄个呼召，迄个心志。咱今仔日要三甲有学习来即个主的话，互咱大家得到领受，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一个人生，特别是信主的过程中间，拢有一个呼召的时刻。这个呼召的时刻，就亲像圣神在光照，咱会晓通线接迄个光照、迄个呼召、迄个神圣的时刻，咱一生行伫这个恩典，也是上帝为着咱陪伴的脚步，甲迄个恩典的道路的中间。咱今日读的这两位经传吼，大家拢真熟啦吼。这个东港帮忙一个吼，这个帮忙还好。这个使徒行传哥林多后书，佫有一个是这个腓立比书吼。咱伫迄中间，咱拢伫遮咧三甲学习。咱小等下呢，咱会当伫遐来做伙做伙来佫复习一下吼。咱请东港帮忙来这个投影片的跑照吼。咱来看迄个。标题的所在，大圣咱要承认这个圣经中上重要的一个主的门徒，特别是传福音的门徒吼，来伫遐来看见保罗伊受光照，这个做典范通看见咱每一个基督徒，毋是干那这款伟大的人物，每一个你拢有。对上帝来一个呼召，有的是足明显，有的是安尼一个步调一个步调在对你呼召。咱会当对遐来领受到一个圣神的光照，然后咱照主所互咱命定，咱一生行伫这个恩典的道路。保罗，伊对无信、毋信主，特别来迫害基督徒。来成做一个亲身见到主，伊对圣神的光照带来，互伊生命的转化。咱拢知影保罗大圣伊的名叫做扫罗，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法利赛人，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伫伊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头前段会使讲是吼。那用今日咱人的迄个角度来讲，读册各方面的成长拢非常的顺遂，就对啦。
会使讲是人生的胜利组安尼。所以带着即款的自信，带着即款伊对犹太教义也是旧约圣经的认捌，伊一个就认定讲，这主耶稣所传的这道理吼，拢是离经叛道，拢是违背祖先的传统。所以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呢，我赶紧甲这人掠起来。迄就亲像咱一区园内底有生一寡无共款的草，伊讲这是袂使的，赶紧拢甲删起来，慢慢起来，要互伊足纯正的就对。伊迄阵的心态是安尼。即款对着耶稣的人气力愈大迄个危害就愈大，对无？伊足有效率的就对啦。所以要甲人辩拢辩袂输。这个故事是对司提反。司提反头一代教会执事，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当局来抓这个司提反，来甲伊判有罪死刑，就甲带到伫外口的所在，甲伊钉石头。圣经的记载讲，中间有一个少年人伫边仔，伫甲遐个做，就是这个刽子手遐个人一寡衫裤、一寡物件甲顾掉的，就是为着要看即凭安尼，这军队耶稣的人，我用迄个上残酷的迄款的手段来甲司提反拍死，看恁这个基督徒会安尼赶紧闪走袂，会当怎销声匿迹无？所以伊家己大声是自己是正义啦，伊带头咧迫害，死过去掠基督徒。他这个故事呢，会使讲是以肉体的目睭去受到遐个犹太教义的束缚，无去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光。他伊的圣性的光照，也是对伊上界安尼积极要迫害基督徒的时阵做开始，就是伊伫往这个大马士革。咱较早台语叫做大马色的路上，讲有一道光对天照落来啦，一道光对天照，四面在甲照。这个代志呢，有记载真清楚，伫圣经使徒行传的所在，使徒行传的所在。这个第9章的所在有记载讲，有一道光对顶群照落来了后，保罗就怎？跋落伫地面上然后有声音讲：扫罗，扫罗，你为安怎迫害我？伊就问讲：这声无看到咧，主你伫倒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音应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耶稣。起来，入城，有人会甲你应该做的甲你讲。这个故事就这个展开已经要到大马色，是要去大马色，要去大马士革是甚物呢？伊是甲大祭司清令啦，清令讲来，你互我这个像迄尚方宝剑安尼，我来甲这基督徒安尼抬到互伊寸草不留啦，拢掠了起来。已经要到城，要入大马色的城，迄道光射落去，伊跋落去马骹安尼。奇怪。伊甲伊做伙同行迄阵人拢无听到声嘛无看到人安尼，看到这个扫罗哪会倒伫涂骹咧声嗷嗷念是咧创啥货安尼啦？但是扫罗讲对地面上爬起来，目睭天开，煞目睭看无迄个光照一个，互伊肉体的目睭无看到肉体目睭无看到他伊肉体黑暗。对地面上爬起来，讲天开目睭，什物拢看无。伫这个什物拢看无的中间，圣神开伊心中的目睭心中的目睭他注册一个门徒，叫做阿那尼亚，讲你去入去城内去找一个叫做扫罗的，你去甲伊服侍这个阿那尼亚，咱拢知影。伊是忠心的门徒知影这个扫罗来是要掠基督徒的，竟然主爱我去服侍一个刽子手，去服侍一个
在迫害基督徒的人，啊，这个敢对，敢会听唔对？我听的声敢是真正主的声呢？吼，啊，讲伫这异象的中间，啊，主讲你叫你去，你做你去。讲异象中讲，该还手，该还手，互伊恢复伊的视觉。哈那尼亚本来还搁咧丢毒呢，吼，讲伊都要来掠人的，要来杀人的，啊，咱走伊都袂赴啊，要搁去找伊安尼。但主甲伊讲，吼，主甲伊讲一句话，主对哈那尼亚讲。我竞选伊来侍奉我，要医治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我的名。遐尼实话，咱若是用咱人的眼光来讲啦，吼，什么人要选唔选，啊，都选一个较优秀、够讲话，啊，佫有刚强壮胆的，何必靠去选一个反对耶稣的人来做伊的门徒呢？这超过咱人的思维啦，吼，咱人的思维，迄就亲像讲，咱两个政党咧对抗，啊，我去选一个对面的迄个党，专门咧骂咱的人，讲来，你著来做候选人，今年吼11月26来咱即党选，你讲我头壳歹去啊咧吼，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啦。但像你即位，上帝的能力赢过人的思维，即个保罗。因为主亲自去点开迄个心灵的目睭，迄个一直咧追求，迄个对旧约圣经一直咧宣告，迄个拯救的福音，然后主用光亲自甲伊讲，迄个就是恁犹太人一直这2000年来一直咧追找的，我就是迄个主。所以当人伫一款绝对的改变的时阵吼。迄款咱讲莫讲印象啊，迄等于整个生命拢改变去啊！伊知影讲，即声我走袂去啊！我一生在追求的，竟然是我迫害的主。我咧较无的犹太人的复兴，我咧追求即个永恒的生命，竟然就是我目睭迄个讲亲像互喇嘛糊着安尼，看袂着迄个真理啊！当主甲我的迄个蒙眼撤销去啊！我亲自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伊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咱看保罗伊家己做见证哦。保罗讲：我因为主耶稣，甲至宝变做粪扫啊！迄种的改变吼，什么人拢理解袂出来。讲原来宝贝变粪扫，恁兜的珠宝，你甲等你粪扫对看嘛呢？个等看嘛呢？你敢有法度？恁兜银行簿啊，吼，摕去烧，敢袂？保罗用这款话来见证伊家己的改变，吼，这是一个象征啦。伊讲3章第7节，吼，3章这个第7节讲，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看作是损失。以前有利，我看作是损失，什么原因？是因为基督。当一个人生命受改变了后，伊的价值观，伊原来所受的遐理解，拢完全改变。有几张图，咱来看见即个保罗伊的改变吼。即张是司提反要互石头钉死的时阵，讲少年的保罗伫现场啦，伫现场啊，伊退遐行刑的人，在看遐个伊的衫裤安尼。因犹太人穿迄大迄个外衫吼，啊要钉石头吼，无方便着对。你看，伊甲伊个管理的衫，啊，互伊去做即件害死基督徒的事安尼。但是伊要入大马色的时阵，讲天顶忽然发出一个光，四面打挖着即个保罗，所以伊怎对马顶跋落来安尼。兄弟姊妹，圣神的光来照着保罗，也带来伊生命的转化。啊，所以后来，特别是天主教，伊尊奉保罗吼，是一个伟大的圣徒，传福音的使徒。圣经新约圣经有一半的圣经拢是伊写的，拢是伊写的。啊，所以这张图咧写讲，这个保罗吼，伊一手举剑，吼。表示伊顺道啦吼，一手摕着批信，
表示伊咧坚持维护伊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后来，使徒保罗受审判，后来受杀死，特别是迄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王叫做尼禄吼，有人讲伊可能是精神有毛病啦。伊竟然看到规个罗马城拢火烧吼，伊感觉像是咧放烟火安尼，足快乐的。啊，这种情中间，伊到后来知影讲，哇，这啥代志大条啊！迄未收煞吼，迄百姓的厝体财产拢收了，啊，这啥要啦？伊讲赖互基督徒，讲迄基督徒去放的就对啦。后来保罗伊继续传福音嘛，互掠着，后来判伊有罪，啊，原来是爱受死刑、烧刑啦。但是因为伊是罗马公民，所以无用火烧，啊，用刣的，用斩头的就对。啊，这张图是一个用历代画家画图嘛是共款伊也剑甲批信，但是伊是一字补做啦伊一字补做，但是迄个图无介清楚，咱若有机会看原图就知影，伊保罗的头受斩伫迄个头，迄个楼梯骹，就表示讲伊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死啦，但是伊是耶稣基督。甲伊升起伫宝座顶，伊咧维护整个的信仰，伊为着主来顺道啊，这拢是保罗的遮个图画，伫咧见证这项事。但兄弟姊妹，咱用这个正做一个，咱今仔日信息的一个参考的点是甚物呢？这个保罗伊有能力，但是啦，迫害主，伊的危害是遐尼大，主亲自甲伊收转来，把这个遐尼大的危害者，甲收转来做伊的门徒。这是上帝的逻辑，这是上帝用人的办法。啊，所以这个保罗讲，我无违背天顶来的意象，伊一生到死，拢无搁再离开。伊经过遐尼多的苦难，伊拢感觉讲，迄个生命对迄个光照开始，对迄个阿那尼亚。来甲伊换手祈祷，互伊搁重新恢复光明开始，伊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兄弟姊妹，检查咱兄弟姊妹，逐人无一定，逐个人拢亲像保罗安尼，有迄款遮尔强烈的圣性的光照。但是请会记咧，你搁回顾，伫你的人生的生涯中间，对囡仔开始，到你青年读册的时阵，也是到你对你初信的兄弟，你信主的过程中间。你有迄个亲像保罗迄个受改造、圣神光照的经验也无？迄个经验真做你一生一个上帝予你的一个指标，知影讲主看重你，主听你，互你通有份通就近伊，互你通有份来服侍伊，互你有份通为主来传福音，这是你最大荣耀的身份。有时我咧回顾讲，我今仔日外口这个年纪。服侍主的历程嘛，近日尾声。到底我互主呼召的，到底是对对开始？真多，但是我一直定来记牢的。我囡仔时代，伫我的庄脚偏僻的所在，常常拢无木者，因为离岛搁有海烧价，也无水，也无电安尼。常常木者无法度真稳定伫遐服侍主。有一摆，有一个已经移民到伫高雄的一个阮共工作的阿伯转去平湖七米，伫迄所在因为伊有较早少年时代学着咱传统的翕相啦像翕相馆迄款的技术，所以都爱家己会晓翕相，佫会晓洗相，知影嘛用暗房落去洗相安尼。有一摆就趁伊休假，转来平湖，转来阮的故乡。我囡仔时代感觉讲足好奇迄阵就先做伊的迄落啦做伊的助手，因为爱炸家私，要对去即个岛安尼外面翕相安尼。伊已经搬来台湾嘛，所以等于伫迄个七米迄个岛也无旅社嘛，也无啥物所在，就住伫阮兜就对。阮其中一间房间就照伊住，而且伊去翕相了转来，
伊就爱洗相做暗房来洗相，啊，就囡仔人好奇啊，就一直甲看，啊，一直甲对安尼，啊，像跟班小跟班安尼啦。啊，伫咧对伊行的中间，伊突然间甲我讲一句话，讲文学啊，后摆吼，你就来做牧师啦，做主的工啦，吼，看起来是一个应该是讲疼惜主题，也是讲关心的话，但是迄句话就藏伫我的内底啊。迄句话到今仔日我拢无袂记的，一个普通的话若定。有时我咧想讲，咱兄弟姊妹，你我大家的中间，有亲像阿那尼亚即款的人就近你无？对你讲什么款的话？迄款的话可能是平素无常啦，但是就是一生拢互你记住的。到后来我读高中的时阵，参加一个灵修会，伫献身会中间，我回顾到几年前，即个阿伯对我讲的话，伫遐流目屎，甲主讲：主啊，若是你的差遣，我欢喜。就安尼，我行入即个服侍主的人生的道路。阮阁一个共故乡的老长老吼，即个老长老，迄个老长老有一天伫礼拜三吼，啊伫门口，因为较早也无像咱教会有迄个遐尔水的心灵专家，拢嘛伫树仔骹，啊伫遐咧休热着，因为热甲吼，啊树仔骹休。我记啊，佫是伫一个围墙边啊，迄个门徛遐，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讲。恁后摆吼，若要献身做主的工吼，毋通压制本担哦，毋通压制本担。毋知咱大家听起即句话听有无吼？毋通压制本担，是讲啊，毋通有头无尾啦。到尾吼，流酸就对啦，尾都爱做头，毋通甲迄个本担压制去啊，安尼。像即话，即讲起来是人生的一个小可的即个巧遇，但是对我来讲是真大真大。啊，迄个影像一直足清楚，一直足清楚。兄弟姊妹，迄道光伫倒位咧照你？保罗伫大马色，有阿那尼亚来对伊讲话，来甲伊造就，互伊真做一个伟大的即个传福音的人，即个温度。我期待咱兄弟姊妹，逐个人。去敲吹，去回顾，去想你的人生的日子中间，你有受圣神的光照，你的生命搁再造迄款的时刻。我都有讲，咱生命的旅程中间，咱拢有迄个神圣的时刻。一个互主选调的人，会互圣神光照，用足奇妙的方式，生命受启造，你的眼界会拍开，你的价值观会受翻转。安尼表示讲，咱所对的世情的学习、社会的这个状态、教育，伫学校一般正规的教导的中间，有真多的事袂当改变咱的眼光。但是当圣神光照你的时阵，你较早感觉讲是安尼，人讲唯一的标准，你受拍破。你原来追求的目标，你改变。顶日我有看到一位已经退休的牧者，啊，这个牧者啊，可能真侪人捌伊，蔡慕东牧师吼，已经退休。伊是当时代代伊向伊第一名毕业的，伊选择做精神科的医师，但是当伊人生的过程中间，伊自愿来志愿去到屏东迄个上偏僻的病院伫遐来服侍。啊，伫一边的中间，迄阵屏东迄个基督教病院为着要起迄个病院的宿舍，遐个馆舍，啊，伊就甲伊遐个同工，迄阵段咱的高速公路搭开始开通啦，开始开通。啊，伊就用一只足旧较早金牛仔车吼，啊，一只车啊，开车要驶过去，逐位来报告，来
无款安尼，无拍算伫高速公路顶发生严重的车祸，其中有一位足少年大学毕业，足优秀，嘛是共款受呼召志愿去偏僻乡村的病院遐服务，无拍算伊，因为当时可能车况无好，也无啥物安全带的设备，人喷出去，就伫高速公路顶，因为足强的撞击到尾这位姊妹就失去生命。这个姊妹，这个青年，就是我进前服侍的盐埕教会前任的牧师，叫做戴忠德牧师，唯一的查某囝，叫做戴伊娜姊妹安尼。迄个时阵，迄个代志一个发生非常的轰动伫咱台湾的教会界。这个蔡牧师经过迄边的大冲击了后，伊知影讲人的生命伫一瞬间，但既然上帝留伊的生命，所互伊身边上优秀少年的姊妹来失去生命。所以后来伊就决志献身，讲主啊，剩的生命是你所予我的，所以我就献身。所以后来伊做医生无做，去做牧师。这实在是拄到一个足大的这个叫做大的迄个伤大的灾难了后，伊的生命搁一遍改变。最近伊有铺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咱讲伫网络顶面定定在讲咱大家来斗支持某一款的节目，来按赞就对啦一款的活动，一款的计划，讲的是伊的同学啦。有那是代医科毕业的，但是伊是一个天主教徒，伊即马献身去关心遐个弱势者，所以伊办的遐个协会专门遐咧帮助遐艰苦的囡仔、病痛的囡仔。所以推动一个活动，叫这朋友大家去上网甲按赞，互伊迄个成绩较好安尼。伊嘛是咧讲，伊受主的呼召，伊这个同学，伊毋是享受着人生最的物质的享受，伊欢喜要服侍这艰苦的囡仔。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拢是咧互咱看见讲，有时当圣神光照你的时阵，你人生的价值观完全无共款。社会的标准拢无搁再是你的参考啊！你唯一是为了主来活。保罗是安尼，咱搁看就是这个雅各嘛是共款。咱在旧约中，这个雅各，伊本身是双胞胎的老二嘛，但是为着要得到大囝的名分，用尽办法抢夺伊的兄哥迄个大囝的这个职分。但是因为这款的贪心，也是讲伊这款会无用好的手段。后来煞变做，互伊兄哥要来甲伊追杀，所以不得不来流落到他乡就对啦，逃走。所以对原来伊要抢夺到不足，雅各伊财务匮乏，但是却带来生命改变。伊流落伫异乡他地的时阵，本来伊要得到大囝的福气啦。毋过煞变做流浪他乡，但是上帝依然共款，伫这款时刻的中间，圣神光照。圣经早有记载，伫创世纪28章内底记载讲，伊伫伯特利啦，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来看见主，来看见主。伊伫梦中有光，像是天梯安尼对天顶落来。有天使起落落，伫遐咧敬拜上帝安尼。伊伫遐个恍惚的中间看见讲，这哪会天开啊？哪有遮尔多咧敬拜上帝啊？所以伊原来是用一块石头做枕头困伫顶悬。伊看见主徛伫个身躯边，来对伊讲：“我是上主。”是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甲以撒的上帝。我要甲你现在倒的这个土地来赏赐予你，
甲你的后代，讲你的后代要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济，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逐项来扩展。我要借着你甲你的后代来束缚世界各国。遐尼即话，若用人的角度来讲，雅各毋是一个好囡仔呢，你敢知？吼，迄头壳内底足侪歪步的咧，吼。啊，上帝嘛是，上帝就是请即款，就是要互你改变。上帝对一个已经在流浪的一个雅各，伫逼着你，互伊看见即款天国的异象，天顶的光来照伊。啊，所以当伊困醒的时阵，讲啊，上帝确实伫遮啦，上帝确实伫遮，我竟然毋知，伊真着惊。佮讲即个所在遐尼通行位，啊，遮伊是上帝的家，是通往上帝的门户。啊，讲伊第二日呢，就是伊起来了后，将伊困的迄个枕头，即整个枕头的石头，徛做一个碑，伫遐来纪念，伫迄个石头啊顶悬来压迄个油啦吼，来献互上帝，啊，甲迄个名号做必得利，或者必得利。这一段起这一段，真个敬拜上主的所在。兄弟姊妹，这互咱真大的一个体验。毋是用咱家己斗对吼，我是有到什么款的程度，才下上帝呼召的标准啦？是上帝呼召的时阵，你有愿意接受，有愿意改变啊无？但即个雅各，原来困的迄个石头也无算啥，就亲像你的枕头，但即个枕头山吼变做敬拜主的山，迄个奇妙。所以逼着你成做一个敬拜上帝所在的记号。啊，当雅各后来呢，因为伊或者12支派吼，这囝遐故事，咱就知影。后来因为抗旱啊，走去到埃及，竟然上帝差遣这个雅各讲，你去到埃及的所在，要祝福迄个所在。讲我是上帝，讲我是上帝，是你老爸的上帝，毋通惊去埃及，我要互你的后代伫遐成做大国。啊，所以伊就带着伊遮子孙去到埃及的所在，几100人。到后来就是发生摩西带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这个故事。啊，这是这个图画啦，吼，你画着讲伫逼着你。啊，这个大兵吼，把迄个雅各伊看见上帝的这个的所在，啊，这拢是一个象征的图。后来用这个石头啊来当作是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人所以的改变是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大甲互你一世人袂记住。哥林多后书5章16到18节讲，所以我对打以后，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我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来捌吼，无搁安尼来捌伊啦。安尼无论什么人，伊讲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这一切拢是上帝作为，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完。兄弟姊妹，即句话互咱真深的学习啦，就是讲咱甲上帝搁好，咱无搁做用人的标准来看基督，是因为咱有对上帝来眼光，有对上帝来新的看法，啊，所以无根据人的标准来捌人啊。兄弟姊妹，有时咱看见真侪。无论是真情部落客，也是讲一寡伫社会较早是为非作歹的人，是食毒已经互社会放杀的人，因为圣心光照，伊正做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为主做见证的人，甚至遐大罗马拢因为安尼来信主。这若毋是圣心的光，什么人有即款的气力呢？啊，所以哥林多互甲上帝好好，互咱传好好的福音的这份。兄弟姊妹。迄个好好的福音，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迄个好福音是咱较早背叛违背主，但今仔日我愿意跟对主，就亲像保罗伊一生讲我无违背
对天顶来的异象同款。兄弟姊妹，大家咱互相来三面来讲，基督徒勇敢来追求生命，受圣神光照。我都要讲我家己的经验，迄嘛是一个小小的记载啊，但是上帝就互你一生记袂记咧啊。你有即款的领受无？迄个领受你有一直在家己维持无？有继续伫你生命产生改变无？主的基督因为圣神的光照，主基督的生命伫咱心中来显现出来。有即句话真侪，咱一个检讨，也是讲一款的提醒啦吼。咱常听即句话讲不忘初心，对吧？吼，不忘初心。即个不忘初心的意思就是讲，亲像保罗当时伫大马色受呼召，伊嘛会使讲啊，都上帝听我，互我安尼捌你啊，剩了以后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我就无爱搁行，后摆就无搁继续啊，就对啦。但是伊一直认定即个呼召，啊，所以咱人吼。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生命受转化的新生时刻，但迄个时刻毋通成做一个古早的故事。迄个故事是成做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耶稣基督一个新的生命伫你内底。你一直逐日在活，拢咧为着迄个来活，因为迄是上帝所予你的。所以咱爱持续更新，咱继续行伫稳定的道路。安尼迄个异象才袂。一直欢喜，一直舞去，啊，拢无明去啊吼！啊，你嘛袂使讲上帝，你逐日拢答我一个新的亮光，啊，我不得了啊！遐侪你要哪去查考咧？是因为迄个光继续圣神在甲你提醒，互你一生行伫即个稳定的道路。咱毋通袂记咧启示录即段经节所予咱的一个提醒啦吼。启示录第2章40到50讲，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要甲你责备，就是你已经放杀你当初的疼心。我要甲你责备，你已经放杀你当初的疼心。所以就会记你对打了对了，若无我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会记你遐将你的灯台对原位来刷开。意思是即个启示录的话在警醒吼，在警醒提醒主的教诲。讲毋通袂记你当初时的疼心。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囡仔时代、青少年时代、大学时代受主的光照，请你记得，迄个光毋是一个普通的光，迄个光是永恒的光，是上帝所予你迄个稳定的呼召。当你行入这条路的时阵，你是受祝福的路。有人心软弱，会违背，会离开，但是有人佫挖倒转来。当你初信的时阵，你安怎互上帝甲你听？你即个听爱继续伫咧，安尼就亲像圣神的光照，你就生命受再造，迄个再造是永远的，无搁再改变，无搁倒转来，无搁新搁变旧，啊旧搁变无，是一直咧换新，因为圣神甲你同在。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做一个祈祷，然后咱才来吟诗，啊，然后咱要请这个中保大道的同工到头前做一个车遣，吼，做一个车派。啊，咱伫主的面前，咱当小小的音乐，吼，咱求主，互咱回想，兄弟姊妹回想你当初时，伫什么款迄个神圣的时刻，主呼召你的，主光照你的，互你一生愿意行主的道路。这是一个稳定的记号，是你生命神圣的时刻。求主，互你有这款对天顶来异象，一直往这个目标、往这个价值来迈进。咱为着咱的生命会当受光照，诚侪见证主的生命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的亲人家庭，逐人拢共款领受到这款的祝福来祈祷。为着这个疫情的中间，咱大家拢有平安来祈祷。为着你所疼的人，求主亲自赐落稳定伫因的身上，互伊甲你共款，拢共款领受到这个圣神的光照，甲奇妙的祝福。咱的教会要推动幸福小组，也求主
互咱看见即个传福音的迫切，主的使命放伫咱的心上，咱要安怎用咱新的生命来做见证？咱翻转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大家伫咱的心中，咱大家做伙为着这事来献上咱的祈祷甲感谢。亲爱的主，阮确实知影，你伫阮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有亲像用光照保罗迄款的呼召伫阮的心上。主啊，这毋是一个普通的调命，这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你予雅各伊伫旷野的所在，看见天开，圣神天使恩典伫迄个所在，互伊看见。主啊，阮也意爱要领受即款的恩典，愿一生拢照主你所予阮迄个奇妙的启示甲命定，愿来成就你的祝福伫阮的身上，伫阮身边的人的中间。阮为着兄弟姊妹，伫即个疫情来，拄着侪的艰难无方便的时，求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你的保守甲看顾，你的保护伫阮中间。阮为这长辈，为着这细囝，因恢复转去伫学校读册，长辈需要更较大的保护，求圣神拢甲因同在。感谢你，互阮持守这款的信仰，持守这款的信心，互阮伫心上拢会当显露出主你恩典的光、圣神的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互你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病痛中的兄弟，有的伫病院，有的伫家庭咧静养的，求你相助赐落医治透放。感谢主，阮伫你面前谦卑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下面要来进行这个中保大道的同工大语堂的一个册遣，咱要来吟这首圣诗吼。圣诗178首，咱要请这敬拜同工来同亚麦鼓来斗唱吼，因为较无熟，毋过真水的歌词甲音乐，咱要来吟第1节甲第3节，伫开始吟第3节的时阵，咱所这的中保大道的同工到头前，咱要做伙来做册遣吼，咱来唱这条178首，然后同工会当帮忙做伙来唱。第1节，求主用你圣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圣心来充满我心，赞我一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赞我一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第3节，咱请同工来头前，求主你用圣心来找我出去，求主你用圣心来找我出去，赞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全世界宣扬主你爱。赞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传扬仁爱。感谢主，求主，互咱有火热的心来充满伫咱内面，对主对世界来宣扬主的仁爱。咱这时已经咱的中保大道已经进入到第44期，徛伫头前遮参加第1场礼拜。同工要三甲伫主的面前来做一个宣告，也是讲一个求主来保守。咱请甲这个宣告词出来吼。当我讲第我的时阵，恁念家己的名吼，看这个纸嘛会使，看这个银幕嘛会使吼。咱了后，咱做伙来车牌，来预备，我做伙来，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车牌。
忠诚委身伫教会的中保大道事工。第二，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责任甲使命。有关伫大道室逐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免。这是我来做祝福的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差派这个祈祷的勇士。因有的用早起的时间、透早的时间，有的用下晡、阴暗的时间，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来到伫祈祷室。是阮知，当阮用行动来表示的时阵，圣神就要到阮伫地。当阮开喙来代祷的时阵，为着教会、为着社会、为着个人的代祷的时阵，主你就是，互阮真侪你的车赛，互阮的祈祷充满着快乐，互阮的祈祷带来上帝生命的改变，阮的祈祷要带来祝福。主啊，阮知影即款神圣的责任放伫阮的身上。主，毋是阮的言辞有偌尼水，有偌文雅，是阮的心有迫切，阮意爱要将你的恩典带到伫阮所代祷的对象的中间。愿你赐福阮遮个同工，逐个人服侍的时间无受到世俗的牵绊，也是困难，互因服侍哪有甘甜？伫主所享受迄个祈祷室中间，心灵喜乐，心智满满的信心。充满着上帝你的恩典，逐日亲像上帝你享受一个新的生命伫阮中间。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在代祷者，也愿你赐福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份伫这项事工的，大家互相祈祷，互相祝福。上帝通过这个祈祷，要看见侪侪的新者技术，上帝侪侪恩典甲祝福伫阮众人的中间。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我们向后转好吗？然后拍拍给鼓励一下好不好？兄弟姊妹，多谢这位祈祷勇士，好，请回座，好，请回座，谢谢。兄弟姊妹，咱伫第一场礼拜，阁有一个小小一个补行，一个誓约甲一个车牌就是咱底波拉小组底波拉小组。咱的这个邓瑞玲小组长要伫遮受车牌，咱要请瑞玲姐妹来到头前做一个誓约。咱小等下要请区长咱的寿荣长老来到头前做迄张相做介绍就对了来好。邓瑞玲姊妹，你要领受底波拉小组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呼召也无？感谢主，你要领受这个职务，你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分。你要安尼行无？感谢主，我来做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的小会官兵，设立你做本会底波拉小组的小组长。你着谨慎你的本身行为，甲你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忠牧养羊群，尽力来做主的工，来荣光上帝。感谢主，愿主恩典甲你伫地，阿免。咱请瑞玲姐妹向后转一下，咱请咱的寿荣长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无？这个小组的转变，迄个图片是。咱的这个组长的相片，搁伊的小组的相片阮小组阮的幕府内底有4个小组这底波拉小组是拢完全是姊妹的小组伊是拢拜五暗时伫聚会真欢喜迄个瑞玲姐妹因愿意来接这个底波拉小组咱在座各位若是尤其姊妹你要参加小组欢迎去拜五暗时来参加这个姊妹完全姊妹的小组伫内底这姊妹有足好的起组足好的关系的起组非常有听的一个小组所以搁一遍来邀请咱的姊妹来参加也多谢瑞玲姐
伊愿意来接即个小组吼，小组长吼，咱也持续为即个小组来祈祷吼。咱请慈宝做伙来翕相好无？来，咱鼓励拍步一个好无？来，咱是吧来中来，请来较中的，来，咱请咱的瑞良姐妹来中来，较来中的来好。咱请贾牧师嘛到头前好无？迄个瑞平传道有伫遮无？来做伙来，咱遮的牧者甲因做伙来翕张相吼。会当甲你甲你册，咱口罩会当绑起来一个。咱准备拍扑啊，考虑吼。咱准备要来做奉献，我来补充一句，就是讲，咱普通若小组长拢是夫妇做伙服侍啦吼。因为咱这地坡拉小组是姊妹小组，所以吼，咱的瑞良姐妹稳准伊的翁婿去别个小组服侍吼。来，素文医师来，徛起来，阮甲你鼓励者有遮无？去你帮伊 OK。反正知影即个有时是夫妇做伙服侍，但是因是姊妹小组，就是两人分两边咧服侍，搁较加倍就对吼。好，咱即时来做奉献。即时咱来奉献。咱起立来唱回应诗。会众请坐。报告。首先，咱来看本月金句。伫周报后壁面，咱读台语的部分，请阮团意用同样的智慧，逐苦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变伫基督来完全。哥罗西书第一章28。我来报告。咱先开第2页，下周的侍奉当中，咱司礼要请年轻长老，咱讲道请曾瑞平、水平传道。咱先开到第4页，来看具体交通的部分。本会今仔日举行着中保大道事工第44期大道勇士来祝福的车派礼。咱邀请所有的新加入的中保大道事工的同工，伫
第一堂礼拜结束了后，10点半，到着教育中心1楼大祈祷室的集合，咱要来说明大道服侍的事工的项目。第3点，社会公告。本会今仔日举行了保罗牧区地普拉小组新任的小组长瑞莲姊妹受任车派礼，愿上帝赐，互伊牧养的恩膏服侍有力，小组继续成长。咱第4项也欢迎着本会新聘请随平传道教任的服侍。伫9月份开始，教任来服侍，要做咱青年事工的牧师。也有定伫10月7日拜六下晡3点要举行红牧甲就任的感恩礼拜。第2点，咱第2小点，咱全团队伊要服侍的事工有体无太牧区的区牧、牧养、基甸牧区、主日学筹划推动外展的大专的事工。配合的事工是教会行政，甲咱主日的讲道，配合着探访甲丧喜的事工，分担了牧者团队的任务。第5点，咱定伫9月18要召开着中级首长联席会议。第2堂下礼拜后1点半，伫2楼会议室来召开会议。第6点，本会也有定伫9月11要推动着第5期的幸福小组。咱第5期的幸福小组的实施的日期是9月11到11月初6，拢总有9周9个礼拜。也咱伫11月13到11月25有福音主日名人的讲座，甲感恩节的福音的茶会。咱伫12月11要幸福小组欢庆伊的主日Best的受洗，请各位为着咱第5期的幸福小组来代祷。第7点，本会新聘请着新任的行政事工干事1名。今的申请，咱本会第2期的奖学金开始申请，大项的奖学金甲着校课奖2奖，凡有符合资格，咱办公室来申请。今仔日举行9月份的庆生，等下咱来举行。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搁1点，咱社区的司法班，本会社区的司法班的老师谢福良老师、谢老师，伫今仔日下晡3点要开幕，咱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参加。可以兄弟，我做一个补充，然后咱要为着一个细囝吴章恩小朋友来做祝福拄则咱有讲真欢迎咱的新任的传道曾瑞平传道来到教会，咱9月份正式服侍啦。咱搁请瑞平传道来头前一下，咱大家捌一下，好拍拍啊，甲鼓励一下好无先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再看一次口罩瑞平传道9月初89月初10月初8本来10月初9啦，礼拜日啦，但是咱中会讲迄天拄好国庆日的连假，所以想要提早拜六，
所以迄天逐个时间也留起来，下晡3点，要伫即个所在来为着伊做按摩哦，按摩是足大的一个礼，欢迎准备心来参加吼。好来，咱替伊祈祷，互伊服侍青年大专搁参加的基甸牧区主日咯，有主所予的开力，甲泡泡鼓励多谢。咱后礼拜要请伊助理讲道啦吼，咱就搁较捌伊，安尼好好多谢，请坐吼。咱即个幸福小组对9月11开始要开始推动，但今年咱因为疫情打过吼，无法当全面。毋过我即天听到真侪同工讲，有真好的一寡无共款的措施，就是讲有的人员有够，同工有够，咱就是8礼拜照基本盘来甲行啦吼。有的是讲阮人手较不够，时间无够，有的甲减少一两周嘛是真好。总共就是讲，咱五万各小组、各团契，大家有迄个传福音的心志吼。因为咱11月13甲11月20有举办即个咱的即个所有的即个福音主日请名人讲座所以是讲咱同工来当各小组无共款的福音地会嘛好引带嘛好，招遮的慕道友会当到时即2礼拜中间来听即个福音的讲述。然后会当包括咱的即个感恩节圣诞节的地会互因有迄个决志欢喜要做主来信主这是咱的期待。好搁一项补充就是讲，咱教会的清洁的同工老分手姊妹因为车祸受伤啦所以即马无法当全教会逐位拢清清气安尼有请几位同工先暂时一个临时的支援重点部分的清洁所以请各单位、各小组恁若有用到这场地咱大家斗骹手就对啦，帮忙伊恢复原状，互伊清气。安尼咱教会就袂讲安尼垃圾去特别是便所有水的所在，拢爱保持伊的卫生就对用安尼甲咱做补充报告来咱今仔日真欢喜咱有一对夫妇来到咱中间新的朋友。梁家瑜、徐展明有无？两位来，请站起来，阮甲你欢迎一下有无？家瑜还有展明弟兄，因住伫永康住伫永康，欢迎你好，请坐，常来欢迎你来参加这个时阵呢咱要为着一个古水的囡仔恩惠林恩惠姊妹带着伊的细囝头一遍来教会啦。武章恩小朋友，咱请谢牧师来头前好无？谢牧师来头前。这个囡仔阿公阿嬷就是咱的林宗老师夫妇啦，咱的这个素颜姐素颜姐，欢迎咱为着这个细囝来做。咱的这个恩惠的姊妹青年就咱伫咱遮后来有去香港一站。工作时间伫遐结婚特别怀孕的时阵，就倒来咱台湾较安全就对而且生细囝已经足大汉足古锥咱为着伊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我来换手做祈祷。来紧你甲抱下就会使好。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赐福恩惠姊妹，伊对主领受到这个宝贵上帝的福恩典，这个产业张恩小朋友。感谢主对出世到现今真平安成长，上帝赐福伫这个世界的成就，也得到是大人阿公阿嬷会疼惜，这个世界是上帝你所恩典的记号。求你亲自赐福伊，互伊这个世界长大的过程中间有侪长辈的疼，也会当继续伫教会领受到这款上帝你予伊的造就信仰的栽培，将来真侪上帝你的囝儿。也贡献伫即个社会中间，感谢主，给你赐福伫恩惠，甲伊的先生会当伫台湾即个所在，后来的工作生活，拢上帝你美好的看顾。搁一遍奉你的名来祝福即个细囝甲伊的家庭，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甲即个细囝甲伊的恩惠，祝福恭喜，好，请回座。好，咱来做结束咱小等下阁有一个庆生会好。这是咱来唱上营，咱起立
唱398首，唱民诗煞，慢慢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天命恩典慈悲，天父上帝救赎我，听咱亲像家己，听咱亲像家己，诚心。做咱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扶持帮赞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来默祷，来闭会。祝咱大家平安，这是咱要为着这个受车来献上祝福。咱来唱台语的生日快乐歌，咱请受车9月份的徛起来，我甲你祝福祈祷好无？9月份的寿星，大家来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这摆拢无晓，祝你生9月份的生受车，祝你生日快乐。唱英文的，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来，咱今日要请咱拄则的司琴嘛，佑安受车来分蜡烛来，咱请来分蜡烛，了来做祝福吼。啊，咱恭喜寿星吼，好。恭喜恭喜，拍拍啊！我们来做祝福祷告，再来结束。咱为着这首先来祝福，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9月份有真多的兄姐伫9月份来出世，这是上帝恩待的时刻。愿主你通过因的生日，显明你的恩典、疼痛、保守，赏赐因健康，赏赐因智慧，也赏赐因服侍你的心智。也互因伫工作、社会各方面有上帝你的光甲因同在。感谢你保守，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生日的中间，更较领受到上帝你的恩典、家庭、亲人的关怀、鼓励，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宽恕。奉你们祝福，这受生以及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转去路站拢平安。感谢阿乐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一次大声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大家平安，互相请安来祝福，多谢。咱第一堂到这结束。多谢。